新竹正出名的土豆酱，最近伫香港消费者委员会的报告当中呢，讲这土豆酱内面的黄曲毒素超过标准，民众食到到地可能会引起肝癌。业者今仔日出面来发冤枉，讲这香港是用过期的产品去抽检，数据根本就问题，已经请律师去香港说明了。那新竹市卫生局表示，逐年拢有检并无问题。 店内拢是要来买物件的人客。新竹这间活70年的老店，其中真出名的土豆酱，最近刷予香港的消费者委员会点名，验出黄曲毒素超过标准，非常的震惊。所以我们希望服务员呢能够去做一个更详细的检验，然后来发表个声明。业者提出报告发冤枉，讲家己的产品完全符合政府的规定。 佮在门口打出今年11月初7送验的报告，另外把质疑对方用来检验的土豆酱，早就已经过期花1年。这都是检验报告的资料，对，卫生局不定时的抽验，50年了，一直都没有事情。这已经过期大概快1年的东西了，那你跟我发布11月15号发布黄曲毒素超标，那你这检验的时候的过程是不是已经超过快1年？你给我拿去检验？卫生局指出。 逐年都有针对业者的产品做检验，目前并无发现产品有任何状况。业者目前已经委托律师向香港消费者委员会要求说明以及澄清，等待委员会回复了后，会再向外界说明。记者杜君豪，新竹报道。